哦，好，咱今仔吟诗而乐第一首诗歌，咱来看圣诗255首，哈，圣会独一的教诲啊！欢迎大家掀开咱的圣诗，咱就会当真清楚看每一节诶，即个信仰的即个主题的表达吼。咱看255首，伊的题目叫做“圣会独一的地基”。第一节讲，圣会独一的地基是主耶稣基督。 对主真道来建立，设立永远天国。对天降临赎回，赎回伊，即个伊就是教会哈。赎回伊做主圣洁新娘哈，用血哈是血哈，咱读血哈，用爱这个爱哈，咱读爱哈来买伊替死伫地面上哈。你看第一节伊就足清楚讲出即个基督。 甲教会的关系，吼好啊！这首诗歌写诗的人，吼，伊写这首的时阵才23岁尔，非常的少年，吼啊！伊写这首诗的目的，吼，是为着要迄个辩护，吼，要辩护这个信仰，吼，这个对。 信仰圣经的即个权威性啊，吼，因为当时因伫信仰顶悬有真侪的辩论，所以即个少年家人伊就写即首诗歌，讲基督就是教会，甲教会的关系。所以咱念伊咧唱的时阵，第2节、第3节、第4节拢真清楚讲起着即个即个信仰的即个原则，吼。好，咱来唱第2节甲第3节，吼，咱来唱第2节甲第3节，好，给我们一个前奏吧，好好。好，预备开始第2节，预备来。大国受调受主敬，正做一体光看，大家尊奉，大家尊奉这圣，应当心心出来。好，诗班加油，大声一点。道以生命来前后，承受天的美流2、3，三甲恩马大兴幕，受顺天一样。第3节，虽有世人的支持。 有时拄着搅乱2、3，有时大家三分离，辨明真理异端，心马看主的头前，眼光我已完成，地高相会。 享受安宁平定，真好哈！你看哈，这歌词真清楚哦哈，写出这个基督甲教会的关系哈啊好，咱来看第2首，咱念伊咧唱的时候，咱都爱认真去看迄个歌词哈。第2首咱看181首，动心阿乐天悲，这首诗歌吼的旋律，咱较早拢定放在即个上映的时阵来唱哈，但是伊即首诗歌的即个内容非常的好，足标准的三位一体，伫阿罗三位一体，所以第1节就讲动心阿罗天悲哈，啊伊是啥物呢？伊是自然个音乐哦，嘛足清楚，所以咱的信息哈，很棒啦！以咱伫迄个信仰的迄个信息的传达，直接啊，搁清楚，搁明白吼。啊，这首诗歌咱若看圣诗下面，伊拢会写歌词对倒会来。咱若甲看吼，咱若甲看讲养心神诗，养心神诗就是咱若掀开咱的圣诗内底拢有养心神诗，就是咱中文吼、华文、华语的第1本圣诗。 敢若有歌词，敢若有歌词尔，所以非常的珍贵。啊，伊即个珍贵在于讲吼，但是伊虽然真珍贵吼，但是伊拢无讲作者是啥人，都不知道作者是谁，也不知道出自哪里。咱来想当时的迄个那个牧师们哈，那个
mission 啦哈，因来的时阵，因拢敢若炸家的呢，他们没有那么考究，讲这首向下的，这首这个资料咱拢无，所以咱若看到养心神诗，咱就知影伊足宝贵，而且是很早期的诗歌。这种诗歌吼，伊的信仰表达拢特别清楚，特别直接，搁简单。好，咱来唱第3节甲第4节，因为第1节、第2节咱拢真清楚。好，这是直接学了三位一体。好，所以第3节学了上帝圣神。好，背来。道路上帝圣神，甘花第3节咯，对天当的第3节第3节投影片。好，投影片第4节，请放第4节。好，3位预备来。路三一上帝，白囝诚信上帝，至尊至大，万有主宰，路到万世，真好。好，咱来看第3首159首，注点我心内无惊遐自在。这首诗歌非常的好听，因为伊的歌词甲曲调拢是爱尔兰的，来自古调的爱尔兰。伊即个咱若看伊的迄个歌名，伊的英文吼，其实华语中文翻了较好，叫做正做我的，成为我意象。咱的迄个台语的翻译吼，敢若甲第1句的歌词翻出来，但是伊的标题是成为我意象吼，所以意象呢是神的话吼，直接互咱个人的吼，所以会当互咱有方向感、有方向感，吼，有使命感，吼啊，咱尤其是服侍的人，咱若没有意象都很难呐，你服侍会空安尼吼，所以这首诗歌是一个祈祷，所以咱念伊咧唱的时阵吼，咱就爱将这个祈祷，甲当作祈祷，对心内甲伊唱出来吼。然后3节伊的主题，第1个主题就是讲，主是我心中的主宰；第2个主题就是主，就是智慧，是真道；第3个主题是主是咱的基业，这是第3节；第4节就是讲。主是咱的良伴，吼，是咱的良伴，因为咱斗阵行天路。好，咱来唱第2节甲第3节，哈，主做我智慧。第3节讲世间无一项比你较宝贝。好，第2节主做我智慧，预备来，主做我智慧，互我他。好，从心里唱出来。时刻点滴你手你脚，好，你做我天父哦，你做我天父，我做你的囝，你甲我结连，我甲你同行。第3节。世间无一项比你较宝贝，因为你属的我永远袂悔。你是我一切，我必心靠你。天顶的鼓弄，世间无。是不是唱这一首诗歌的时候，跟他掏心掏肺的，哈，来把你的感情下落去唱。好，咱今仔吟诗就到这。请大家备办心来敬拜上帝。
上主万军的统帅啊！你徛起的所在，互人显意爱。我愿无上主的行，到要分去。我的心因我的上帝欢喜唱歌。求你，互我早起时听见你慈爱的声，因为我靠你。求你，互我知应该行的路，因为我的心仰望你。三甲来因圣诗第255首，圣诗第255首，圣会独一的地基，请咱起立来因全首。请犹原徛伫咱同心来祈祷，至圣至圣、恩典满满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创造万物，佮看顾保守阮一切所需要的，嘛将逐项的福分拢赐予阮。主上帝，你创造世界的时，看你所做的一切真好。总是当阮伫领受你的听，遵照你的旨意，管理固守这个世界的时，阮却看到这个世界的环境被破坏，战争不断，经济无稳定，政治在分化人民，极权国家迫害人权，侪人因为宗教、历史、种族、利益的纷争，彼此对立，仇恨无煞。有时，阮可能嘛是其中的一份子，佮当作家己是正义的代表。求主监察阮的心思意念，互阮定心思考，
谁是阮真正对敌？是表面上阮所看到的个人、政党、利益团体、别个国家，也是伫人内心的卑劣、骄傲、自我中心，以及伫所有邪恶歹代背后第三人的魔鬼撒旦。求主互阮重新反省，阮所高举的公义甲怜悯，是对所有的人，也是只有符合阮标准的人。阮的接纳甲赦免，兼真正有合伫主的心意。求主互阮会当重新学习，用主上帝的眼光、耶稣基督的听、圣经的教导、圣神的感动甲引带，面对这世界真实的冲突甲挑战，来回应主的呼召。亲爱的主，当阮要伫你的宝座前敬拜你的大心，阮要先谦卑来到你面前，承认阮的罪。有真侪阮所以爱的好无去做，无以爱的歹颠倒去做。阮充满罪软弱甲过失，只有你知阮的过犯，就是常常离开正道，浪费你的恩赐，袂记得你的慈爱，伫思想甲言行中去做你伤害人。主啊，你把应允要赦免所有悔改归向你的人，求你明辨，将你救赎的恩惠充满伫每一个忧伤痛悔的人心中，赦免阮的罪，救阮脱离罪恶的捆绑甲控制，战赢黑暗权势恐吓甲欺骗，互阮重新面向你，甲你和好，帮助阮伫你的光中生活，献出家己为主所用。阮的祈祷真正有限，只是阮要照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，三甲来出声。阮伫天立地，愿你的名是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得带阮入日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、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来看信息后面的课文，课文55篇，课文55篇，这是出自新约马太福音第6章。咱三甲来起印。毋通为着恁的性命，要食什么，要啉什么，得操烦。性命兼毋是比食米较重要。恁看空中的飞鸟，因无种植，无收成，嘛无囤积粮食伫仓库。恁敢无比因较贵重？恁那着因为要穿什么操烦？不过我甲恁讲，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，山野的花草，今仔日得我，明仔载互人迄落迄落。伊减会搁较甲恁糟蹋，所以你毋免操烦讲，阮要食什么。食的拢是外邦人在追求的。要先追求伊的主权，甲伊的旨意实现。
所以毋通为着明仔操烦。一日的艰苦一日长，做伙来用圣诗。圣诗第181首，181首，当心学老天父，请咱起立来用全首。请坐，同心过来祈祷。恩慈满满的天父上帝，因为你的恩典，互阮通来敬拜你，领受对天来福分。恳求你将所应允的丰丰富富赏赐互阮，互阮性命得到保障。恳求圣神光照阮，真理圣化阮的心，通分别做圣，甲你结连来结出好果子，将你听影响力对阮发出去，互万民拢明白你救恩的长跨关深，来吸引人归主，互失丧的灵魂得到救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。阿门。三家来领受上帝话，上帝话是记载伫旧约圣经以赛亚书26章第1节到第21节。以赛亚书26章第1节到第21节，请注意看，听我来读。迄日伫犹大地。人会唱这首歌，阮有一个坚固的城，上主用胜利做城墙甲堡垒，就拍开城门，互忠信正义的人民入来。心坚定的，你使因平安欢迎，因为因信靠你，就永远信靠上主，因为上主，咱的上帝。是永远的石盘，伊甲这权威的人拖落来，拆毁天地权的所在的城，甲伊等伫涂骹，互伊变做土粉，互人吞打，散车人开吞，困苦人解打，正直的人路边摊，公义的主，伊甲正直的人。正直人的路铺平修直，上主啊，伫你审判的路，阮得听候你，阮的心较无你受尊重的名。伫面是，我的心神羡慕你，我的心魂必祈求你，因为你伫地上实行审判时，世间的子民学习正义，邪恶的人。就是得到人主，嘛学袂着公义。
伫政治人的地，因由原做歹，因看袂到上主的威严。上主啊，你手也悬要行法因，毋过因无看见。求你互因看见你对你子民的热爱、加期间甲建设。愿你用血吞灭你的对敌。上主啊，愿你赐阮平安欢迎，因为阮的所做，你拢有甲阮成就。上主，阮的上帝啊，别有别个主管辖阮，毋过阮只有尊重你的名。死去的人袂当阁活起来，因的阴魂嘛袂当阁起来，所以你出法因，毁灭因，互因对人的记忆中消失。上主啊，你互阮的国民增加，互国民加天来显示你的荣耀。你互阮的国土扩展到天边海角。上主啊，因伫患难中祈求你，你管教因的时，因吐气对你祈求。山呼特别声，吹阵痛听嗷叫。上主啊，阮伫你面前嘛亲像安尼。阮发音痛听叫假，不过生拢无。阮无为国家带来解救，无为人民贡献什么。毋过，阮死去的同胞会国活，因的尸体会国起来。住伫城仔的人啊，醒起来，欢喜唱歌。你的露水是闪烁的甘露，落伫地，互死去的人活起来。但我的子民啊，离去恁的房间，门就踹条，恁就暂时离起来，一直到上帝大手去煞。恁看，上主特别对伊大的所在出来，要刑罚地面上犯罪人，地话部落因杀人所流的血，袂阁安看因杀害的人的尸体。愿上帝的话成做咱达时的安慰，甲永远的帮助。这时，请圣歌队阿萨诗班用诗歌带领咱敬拜。因要唱的诗歌是《俄罗我主》。
这时请牧师讲道，信赖享受性命的主。弟兄姊妹大家平安，愿上帝恩典，甲咱每一位生活伫地。今仔日咱也是诗班通过诗歌带领咱来敬拜，来献出真好听的诗歌来学乐咱的主。也伫今仔日咱举行联合礼拜，也要来感谢咱的上帝，因为咱今仔日礼拜线接就要来召开会员好会。牧师要伫遮来提醒。无论咱的会籍敢有伫济南教会，你只要固定伫遮来聚会，咱拢欢迎你做阵来参加这个会员好会，做伙来关心教会的圣工。咱也要做阵来感谢上帝过去一年的这个恩赐，愿上帝来纪念咱每一位兄弟过去的参与、过去的奉献。来做阵来起造这个属灵的大家庭，也继续宣扬甲分享对耶稣基督来的这个恩典。也特别，咱也要感谢上帝，咱过去改建有设定5年奉献的这个目标，咱也已经拢完成。咱要为了这一切来感谢上帝。今仔日咱继续。会看到以赛亚书到第26章，讲到24章甲27章的时阵，迄当时都有咧强调24甲27是以赛亚书的启示录，意思就是讲，伫这几章的中间，会描写上帝的审判，甚至到伫将末的情景。讲上帝要如何施行伊的公义，来拯救伊的百姓。所以今仔日所读到的这段经文，伊是一首特别的诗歌，因为诗句上会通安怎表达人的内心啦。咱讲心内忧伤艰苦的时阵安怎去唱歌，诗句的歌。也是诗的形式上会通互人记条条安尼，所以我以前捌讲起，讲犹太人有一个观念，袂晓祈祷的去读诗篇啦，袂晓做人的安怎去读箴言啦。伊迄拢是一种诗句，较好互你来对照，会当互你伫遐背。今仔日所读到这首是一个得救的诗歌，伊咧描写义人如何因为上帝拯救来得到欢喜，搁较特别伊咧强调迄个公义，所以亲像第9节遐会讲起，世间的子民爱学习正义，所以正义这个代志一直是。先知以赛亚真诉求的一个主题，咱先来看第1节甲第6节所描写的。咱来看第1节的开始，伊就一句话安尼讲，伫迄日，伫犹大地的人会唱这首歌啦。所以第1节已经真清楚，伊甲咱表明，这是一首诗歌。安尼诗歌拢有一个歌名，敢毋是？希伯来人因的习惯，就是将第1句当做伊的歌名啦。所以你甲想看觅，你甲看这段经文，伊的第1句是啥物？讲阮有一个坚固的城。这种用第1句做歌曲的歌名，其实这款的习惯，伫咱的圣诗内面嘛是共款。你也去现咱的圣诗，圣诗第几首，伊的歌名都是伊第1句的这个歌词啦。所以犹太人有这款的观念，所以咱会当将26章这首诗歌，咱会当甲讲伊的歌名叫做“阮有一个坚固的城”。讲到城，古早的城当然是为着保护、为着安全，但是迄个城墙，若无有城墙，就真容易受攻破。
但是这个概念毋是咧讲有形的迄款坚固的城墙，伊是咧指的是一种上帝为着伊的百姓所备办安全徛起的所在。真正有形的城墙坚固阁如何？咱看历史的演变，就会通知影。因为城市罪恶骄傲来灭亡，那亲像巴比伦亚述帝国，迄款的国家，因的城墙是非常的大。伫考古学的内面去发现，巴比伦的围墙偌宽，你敢知影？顶头会当有双马车相闪。你要看迄个城墙有遐尼宽，顶头会当走马车呢。伊咧运输军队的时阵，迄真紧就会当安怎对城的东边到伫西边，马上就会当支援。所以咧城是真宽，总是咱看到历史的中间，更较宽的坚固的城嘛会倒去。但是伫遮个讲起，上帝的国度，上帝坚固的城是袂倒的，因为上帝本身就是做这个城的城墙啦。伫先知以西结书48章35节，称耶路撒冷做啥？讲耶和什么？就是讲上主伫遐，因为有上主伫遐，代表迄个城就是安全。这个城会当安全，毋是因为伊有城墙偌宽，毋是伊的军事力量有偌强，乃是因为伫迄个所在，上帝的临在。所以26章第1节真清楚地指出，上主用胜利做城墙甲堡垒，意思是讲上帝的救恩本身就真做一种百姓的保障。坦白讲起，这是以赛亚的启示录。咱若将这段经文对照到伫启示录21章的时阵，讲新的耶路撒冷，伫迄个城是安怎？上帝会幕伫人的中间啦，是上帝甲人三个伫地。上帝亲自做王，成做百姓子民永远的保障。这座城，上帝国的城已经开始啊，但是还未完全。伫腓立比书3章20节，安尼甲咱讲，伫基督内面，咱拢成做上帝国的一部分，咱拢是上帝国的国民。所以这座城是新天新地要降临新的耶路撒冷。若是用启示录的观点，就是安尼来看。安尼要如何进入这个坚固的城？上帝本身做城，迄个坚固的城，要怎入迄个门啦？第2节咧讲起，就拍开城门，互啥物人入来？咱有圣经的人，咱会当显开。伫遮咧讲起，互忠信正义的人入来。所以这座城毋是人人拢会当入去的，只有安怎？忠信正义的人才会当入去。那听到这句话，咱就会真阿免啦。为什么？咱要进入上帝的国，咱台湾要成做一个新国独立的国家。这个国家爱成做一个安怎？忠信正义的人会通徛起的所在。应该就是讲，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拢同款。咱要用上帝正义来起造本国，互本国的百姓会通活伫正义的内面，毋是独裁伫遐专制。只有信靠上帝、实践上帝，迄个国家才会通安怎有上帝的保护甲平安。耶稣的教导会甲咱讲，耶稣讲：“我就是门，对我入来会通得到救。”所以，迄个城门是耶稣基督本身，亲像这段经文内底所讲的，是上帝
是即座城的城墙共款来保护。煞者咱来看第3节，第3节才有一段经文伫最后安尼讲起平安欢迎。这个理解可能较无法度展示原文的意思。原文内面讲到2遍shalom shalom shalom 是啥物意思？就是平安啦。咱台湾咱基督徒面对面的时阵，咱会讲一声平安，甲人祝福。咱是讲平安，若是伫韩国咧shalom哦，因就直接用希伯来话讲shalom。你兄弟，这段经文讲2遍shalom shalom， 意思迄是安怎？是一个整全完全的平安。用2摆，就是加强伊的口气。伫新的国度内面，是掠上帝最中心，是信赖上帝的生活方式。安尼相对的，若无倚靠上主，人性还是生活就会受到扭曲，无法度有平安。都hand到伫24章前所描写的战争审判来的时阵。是迄款的安怎趴远、混沌、混乱，英语叫做 chaos。所以，迄个 chaos 甲 shalom 是一个真强烈的对比。咱来先来了解 shalom 甲 chaos 这2种的对比。经文内面咧强调，咱若倚靠上主的时阵，会通带来 shalom shalom。但是这个世界是因为人的自私，人掠家己最大，战争混乱，都陷落去迄个 chaos。chaos 这个字眼，其实都是一种的无特殊、混乱的意思。咱先来看卖，shalom代表啥物？伊是代表上帝所赏赐完全的安稳啊。坦白讲起，出现2摆的shalom shalom， 这伫现代中文译本甲翻译做完全的平安。你也看和合本的圣经，伊甲翻译成什么？十分平安啦。但是这款的平安所描写出来，毋是环境的平安，是来自上帝迄款的平安。就那亲像耶稣基督捌甲伊的学生讲：“我将平安留互恁，我将我的平安赐互恁，我赐互恁的，甲世间互人的无共款。”这是耶稣基督所要表达的。伫经文内面讲，心坚定的意思讲，恁若专心倚靠上主，你就会通得到这款的平安。对shalom相对的 chaos， 这个混乱代表人无倚靠上帝，就会失去迄个处事。这2个是非常对立的概念。这个 chaos 这个概念，上早出现伫创世纪第1章第2节。讲上帝要创造的时阵是安怎？混沌，伫深渊的中间，黑暗、空虚、混沌的时阵，上帝创造，互伊有特殊。所以，对迄个无特殊的所在，真做有特殊，就是对迄个 chaos 来真做shalom。这是上帝一做一工。上帝是用伊的话来互迄个 chaos 真做shalom，真做平安。对希伯来人的观念 ，chaos 佫代表啥物？因咧讲大海啦、大水啦，迄会通淹没，若亲像创世纪第7章，若爱大船的时阵，降落大雨、大水的审判。这就是安怎 chaos 混乱灾难，一种灾难发生，就是以赛亚的中间所讲的，因为战争
全地旁拢毁灭了，这叫做 chaos。咱若去看到乌克兰战争，俄罗斯的飞弹炸过去，规个厝、规个城市拢安怎 chaos， 混乱去啊，拢无去啊，这就是 chaos。但是圣经内面第4节安尼甲咱讲，咱的上帝是永远的石盘。伫迄个 chaos 混乱的内面，竟然安怎有石盘啦？石盘会通坚固，这是圣经内面一个真要紧的主题。chaos 是人已经无愿望啊，混乱啊，但是石盘却带来供应，带来愿望。那亲像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后，伫旷野的中间，出埃及记17章讲摩西摕拐仔拍石盘，石盘就流出活水来供应以色列人的需要。意思是，逐个人伫遐乱甲，阮无水通食啊，无啉啊。但是安怎 chaos 迄款的混乱，当上帝吩咐摩西拍石盘，流出活水，就安怎消拢。所以对迄个 chaos， 真做一个消拢，即款的过程，互咱看到石盘扮演这个角色。诗篇18篇第2节咧讲起，上主是我的石盘。上主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。这是诗人伫患难的中间会讲起的，意思讲伊伫迄个 chaos 混沌大水的内面，上帝正做伊的石盘，互伊会当徛起。耶稣嘛用即款的概念咧讲起，讲咱的信仰爱起坐伫什么所在？起坐伫石盘顶，这表明真正的消拢，毋是安怎？毋是出自人的努力，是因为咱徛伫这个稳固的石盘，咱的信靠上帝。换一句话，人若离开石盘，人若离开上帝，咱就会陷落伫迄个 chaos。咱亲像厝，若起坐伫山的顶头，就会放弃。最后，这段经文用义人甲歹人做一个对比。歹人就是骄傲的人，欺压别人的人。歹人对咱今仔日来讲，极权的国家，掠家己做神啊，迄就是安怎？迄就是歹人敌基督。所以你甲看，有人是用即款的欺压别人的时阵，骄傲的人，圣经内面讲伊安怎？坐权位的人，权所在的城，这拢象征骄傲的帝国，因为迄当时的帝国是巴比伦甲亚述。骄傲的人想要起塔拄天，这拄是巴别塔。创世纪内面的故事，这拢反映出来骄傲的人的心态。伫这段经文内面，受欺压的人，诗人甲看做是义人，因为因为着义受迫害啦。耶稣伫登山宝训的中间也讲起，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气啊！因为天国是因的，所以原本这受迫害的善车人、困苦的人，因的地位安怎会反转？那像咱今仔日强调转型正义共款，过去受压的人，今仔日会安怎会带来一个改变？因为社会有公义啦，社会若无公义，咱就继续伫 chaos 内面。社会若有公义，咱就活伫消拢的内面。煞只咱来看第7节甲15节，这的描写。第7节甲15节其实是演线第5节、第6节，义人甲歹人的对比。
伫遮会表明上帝如何为着义人会批判道路，互因行一个邪拢的境界。啊，歹人呢？歹人就陷落伫灭亡的内面。所以伫这段内面，14节讲死去的人袂阁活，但是咱若对照19节讲死去的同胞会阁活，这就是一个真特别的记载。罪人安怎袂阁活？义人咧会阁活。以赛亚先知伫遮会强调，讲咱着安怎？伫上帝应允的内面，行伫上帝批判迄个正直的道路。伫迄个第7节甲第8节，安尼讲起，公义的主，你甲正直的人修平、修直的道路，修平、修直，这也互咱知影，咱咧行的道路毋是真顺啦，咱会拄着困难。但是拄着困难的时阵，即句诗咧甲咱讲，上帝为着正直的人修平伊的路，互因会当赢过挑战。因的责任就是啥物？第8节讲听候上帝，咱爱耐心听候上帝为咱开路啦。台湾要行头前的路，即摆看起来真艰难。但是第8节，若是放伫咱的时代，咱来听候上帝为咱开路。这个开路是因为咱愿意行公义，愿意好人民，行上帝旨意的道路，安尼上帝才会为咱开路啦。上帝要为咱开路，是行一条正直的路。若是咱的社会无行正直，上帝敢会开路？上帝袂开路啦。咱来看第9节甲11节，伫遮讲起歹人无要学公义，做一个政治分子，做一个社会公民，做一个上帝国的公民，咱爱知影，咱爱学习的是公义。因为歹人无要学公义，所以上帝的审判要临到。咱来看第10节安尼讲，讲邪恶的人就是得到仁慈，嘛袂因安怎袂去学这个公义啦。伫正直的人的地，因犹原做歹。这段经文已经互咱看到一个社会现象，社会内面有望行公义的人，有的人安怎选择要行家己的路，无要行上帝的道路。伊要行迄个 chaos 混乱、混沌。但是咱应该选择的是行上帝公义的路。所以耶稣会甲咱讲，咱祈祷的时阵爱求啥物？爱求上帝国甲上帝的义啦。你爱互上帝来掌管你的性命，掌管你的社会。你爱互上帝公义亲像大水直直流，咱的社会该咱看到上帝公义充满伫咱的社会。其实台湾社会民主化以来，一直拢是咧甲无公义、甲公义中间伫遐相扭。咱做一个上帝国的子民、上帝国的百姓，咱的确爱知影。咱要行的是一条行往正直的路，上帝旨意实现的道路。这段经文咧提醒咱，人的悔改毋是因为环境的影响，乃是伊内心的选择。上帝最后的审判，11节讲：上主啊，你手举悬要审判因，因为上帝一定会审判。咱来看12节到15节，遮要互咱知影，上帝掌权要带领伊的子民进入迄个平安甲丰盛的内面。先知以赛亚宣告讲：上主啊，愿你赏赐平安繁荣。遮搁一遍出现，就是谢拢谢拢。
因为阮为着所做你拢有诶，甲阮成就啦。所以迄个小龙的平安会安怎来？是因为咱愿意选择好，无愿意选择迄个混乱 chaos。咱愿意行公义的这条路，安尼咱会行顺顺，咱的世世代代，就会当活伫小龙的内面。煞者咱来看16节甲18节。第16节伫遐讲，因伫艰难中找求你，这个因是指啥物人？是指义人。这段是义人向上帝哀靠哀求的诗歌啦，会描写人民伫困苦的中间找求上帝，竟然发现家己亲像安怎一个有心的妇人人，却无气力伫遐来产生真正的这个拯救。这是一个哀歌的形式。以色列人伫患难的中间哀叫上帝，伊哀叫上帝，上帝啊，求你来拯救。伫遮，互咱看到，讲到管教，这个管教的目的，毋是为着审判，乃是为着互人会通悔改，互人会通悔改。这段经文18节安尼讲，阮怀因。疼痛那教，不过生拢无。这个生拢无的意思是啥物？生拢无原文的意思是风啦，连一个风拢看无啦。囡仔要生囡仔叫安怎？连一个风拢看无。迄啊用台语来表达叫啥？连一个影拢无啊，连一个影。所以因伫即款的患难中间，伫遐哀叫。16节，咱来看，讲因吐气向你祈求啦。吐气是一种真深沉心灵的哀求。那亲像保罗捌讲，圣神用讲袂出的吐气为咱祈祷，迄是真深的这个祈祷。你看因伫遐，亲像怀孕叫生无啊，因的祈祷非常的深沉，伫遐靠赖上帝。这就是16节到18节，这个义人的哀伤啦。伊伫遐哀求上帝讲：阮无为着国家带来解救，无为着人民贡献啥物，这因的悔改。咱莫等台湾已经失去上帝国的公义，莫等台湾失去民主自由的时阵，才来伫遐安怎怨叹。早知我少年的时阵，就较努力的。这几工我看到客家基督徒的作家李乔，伊出来伫遐会安怎？支持迄个罢免，伊伫遐讲国家有困难，有疼的人就安怎爱行出来抗争，就是一种的疼。因为要对抗的是 chaos， 伊是要互上帝公义会通亲像大水直直流。一只诗人咧甲咱讲，过去阮做无够啦，阮做无够。阮为阮的国家带来解救无啊？阮为着人民贡献啥物？无啊！所以今仔日安怎？腹肚会疼，结果安怎生拢无啦？诗人伫遐悲伤啦。但是，咱来看19节，一句话出来讲，毋过，这句话实在是真水，毋过。就是咱的眼光改变，咱看到的可能看迄个 chaos、混乱、混沌，但是毋过我仰望上帝迄徛伫石盘顶的时阵，毋过阮死去的同胞会国活，
这是一个将末国外的望，这是真水的。这段19、20、21节3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要互咱知影，上帝应允义人的国外，死去的同胞的国外啊，这是旧约圣经内面真少数的讲起国外的经文。咱若是义人，就是安怎永远活伫上帝内面啊啦。所以上帝是亚伯拉罕、雅各、以撒的上帝，上帝是活人的上帝。因为活人伊的名受上帝纪念写伫生命册，所以就永远袂死啦。因为有人的纪念，就永远袂死啦。上帝会甲纪念啦，伊就活伫上帝的内面啦。咱今仔日咧讲，什么人做好的人，咱咧甲纪念，伊就安怎？伊的精神一直活伫咱中间，敢毋是安尼？伊的精神一直活伫咱的中间，迄是精神。但是圣经内面咧讲起，咱是活伫上帝的内面，上帝的生命册有记载，上帝拢记条条啦。所以伫遮讲死去的人，上帝会纪念，遮的人是义人，所以义人毋惊，讲我有一天来死，因为人生最后的终点。看起来是死亡，但是却伫上帝内面，迄是新生命的开始。所以以赛亚用甘露来描写上帝的能力，甘露啦，露水啦。你敢有去经验吼？无水通啉的时阵，我以前咧做兵的时阵吼，去行军，结果安怎？迄地沟。结果流去流水，毋知行到尾安怎，足喙干，无地沟阁无水。你敢知影？连水沟仔水你拢想要啉落去，迄款的情形。啊，你会当去想象，伫旷野的中间无水，啊，若有甘露，迄个水露，你会当安怎？会当担着哇，止渴。意思是咧讲即个物件。上帝要请做甘露，来互咱得到活命的气力。20节安尼讲起，上帝因讲我的子民啊，哇，这是非常亲切的邀请。咱咧读这段经文的时阵，你爱听到上帝对你讲我的子民啊，就是讲上帝邀请咱在座每一位，伊邀请咱做一件代志。入去恁的房间，门着安怎穿好调，爱锁起来。这意思是啥物？这个画面，咱会通去想象着无？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阵，上帝来处迄个头生囝的性命的时阵，黑暗临到审判临到的时阵。上帝吩咐摩西讲安怎？你爱用羊羔的火抹门楣，门框拢爱抹羊火，安尼你就会当安怎？会通得到拯救啦。所以入去门锁起来，迄个拍埃及大囝的力，就安怎会对恁遐甲搬过？所以搬过这个由来是安尼。啊！直接讲，迄是暂时密起来啦。审判过去啊，暂时密起来，咱阁会通安怎出来到外口？因为上帝拯救来啊！所以换一句话，上帝是咱的避难所。咱来避伫伊的内面，条入去房间内面，这嘛是一种安怎？伫遐听候祈祷。第21节，咱做阵来看，最后安尼讲起，讲上帝的审判是确定的，因为上主要对伫伊大的所在出来。你去看，上帝要出来，就是要安怎？将这些邪恶拢甲掀开，
暴露出来，上帝要为着受冤枉的人来审冤。所以20节到21节，这是一个审判甲拯救的对比。20节咧讲起，上帝予伊的子民暂时密起来，因为伊要来对恶歹人。所以咱着安怎爱密伫上帝的内面？咱个想看觅今仔日这段经文，这种的经文，会通带予咱什么款信仰的反省，还是信息？我提出两个，第一个，咱要如何伫迄个 chaos 中间去经验沙龙？咱若讲起 chaos， 就是安怎？混乱混沌的总统。那用咱今仔日的经验的经济崩盘、混乱、战争、病痛，甚至是个人所拄着的困境，但是先知以赛亚提醒咱，真正的平安，毋是出自环境的安稳，乃是出自倚靠上帝。所以伫圣经内面，会甲咱讲，当这个世界陷落伫 chaos 内面，咱永远会当经历迄个沙龙，只有安怎我专心倚靠迄个永远的石盘，咱的上帝。咱若要倚靠迄个外在的，是无法度的。安尼，咱要如何活伫迄个沙龙的内面？我家己有一个真大的经验，这对我牧会以来是一个真大的一个提醒。因为我92大地震的时阵，我人迄当时伫婚林的牧会，婚林家己中会，迄当时就呼吁讲，咱着爱紧送物资，送到伫一集，送到伫灾区南投去。迄当时的路，阮对哪来要到伫德山，迄个桥是断去的。啊，当迄个桥弄好了后，我迄当时是货车、骨力车，甲嘉义中会牧师，阮做阵，因为我有家己有开车，所以我嘛是伫遐做阵入去到伫灾区。咱知影讲到伫这个一集的时阵，人死足济，你敢知影？逐个人伫遐将迄个过身的人刷出来，啊去找所在要藏。结果安怎？庙埕讲，阮遮袂当藏。一只教会，迄当时的牧师讲来藏阮教会，教会埕。因为外口晒日袂用的，放来礼拜堂。你敢知影？迄个尸体就是放伫礼拜堂。因为牧师的决定，伫迄个 chaos 的中间、混乱的中间、大家无五望的中间，听到牧师安尼讲，将尸体刻来礼拜堂，伊啊一条就是倒一个啦。这叫做沙龙。真正的平安是安尼啦，真正的平安是安尼。我会记有一回嘛是伫遐，逐个义工咧煮食，啊前几工，迄个特殊非常的歹，逐个摕着碗想要来去摕物件，惊讲食无啦，惊讲食无，迄叫做 chaos 混乱。有一个牧师就出来。用迄个大声公伫遐发，啊，咱要做阵用餐，咱三角来祈祷。啊，逐个人有个人毋知讲，啊，祈祷就是甲上帝感恩感谢，啊，咱目睭闭起，本来真混乱的，逐个摕碗伫遐怎等，逐个目睭闭起做阵祈祷。对迄个混乱 chaos， 真做沙龙平安。牧师的祈祷带来平安，因为仰望上帝。祈祷的中间，会讲
上帝感谢你赏赐，互阮伫即款的灾难的中间，有缘会通互相三夫妻，阁有义工来甲阮煮食，互阮拢食拢有啦。你毋知影？祈祷了后，大家真有次序排队，这叫做安怎？谢拢啦。所以迄个 chaos 混乱，会通因为上帝话语，也是讲牧师的祈祷，互大家都安怎会通有次序。即款的代志，毋是基督徒该人做，你敢知影？伫日本2011年3.11大地震的时阵，我嘛有看到一个新闻，讲伫迄个宫城县有一个小超市啦，一个年轻的少年家伫遐爱收银，拄地震来了后，物件落啊贵个，买物件的人伫遐怎惊慌失措，要摕物件，大家想要来结销啥，结果电阁无，拢无次序啦。大家伫迄个混乱的中间，即个年轻的店员安尼讲毋免惊，毋免惊，咱伊个微微啊笑，讲请大家排队，咱大家人拢需要物资，互相帮衬，毋通抢。真紧的，迄个店员少年家，伊的冷静，伊的平安，影响在座所有的人。原本买物件的人群众惊吓，但是伊讲了后，开始排队。你兄这互咱看到，对 chaos 到谢拢。前几天2月13，台中百货公司发生那个气爆。我想讲，若有一天台湾发生战争的时阵，也是讲灾难阁发生伫咱的目睭前的时阵，咱会安怎做？咱是安怎？哎哟 ，chaos 混乱，也是伫迄个中间，咱会通带出一种的平安、安大正人。互社会安定，咱会安怎做？莫想伤紧，因为以前阁发生安怎卫生纸之乱，对不对？鸡蛋之乱，要拍一个疫苗，就混乱甲，对不对？有的人就造势生谣，对不对？即款的代志，你讲 chaos 迄个混乱，咱应该爱扮演一个伫迄个 chaos。混乱、混沌的中间，扮演带来平安的角色。愿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动乱的世界中间，有缘会通倚靠上帝咱的石盘。伫遐讲谢拢谢拢，真正的平安是安尼啦。咱若倚靠上帝的人，就会当带出即款的平安。线接第二个假是要甲咱来分享，咱爱批判家己的性命，离开罪恶。经文内面讲，上帝要审判地面上的罪恶，伊提醒咱，上帝是公义的，上帝最后会审判一切的罪恶，毋干那对外在的世界审判，也爱对咱内在自我反省。咱敢有需要悔改的所在？我真意爱20节，咱来做阵来看20节。讲打我的子民啊，入去恁的房间，门着串好条，恁着暂时闭起来，一直到上帝的大受气煞。入去咱的房间，咱的心门。要创啥物？要亲近上帝啦！咱需要去反省亲近上帝。咱敢有照上帝旨意来治愈社会公义？咱敢有治愈好人民疼人的功课？这是咱爱去自我反省的所在。
咱爱进入咱的房间，时常甲上帝有亲密的交陪，咱个密切甲上帝有密切的连结。雅各书内面咧甲咱讲，你若亲近上帝，上帝就要亲近你。进入你的房间，心灵的密室，毋是要叫你去做密室逃脱啦，爱进入甲上帝亲密的关系。毋敢若是身躯的行动，更较是内心的状态。安静伫上帝的面头前，默想上帝的话，互咱会通陪伴咱的心，离开邪恶。爱记的，这是暂时密起来。有一日，咱要出来改变，要来行公义，要来好人民。愿主帮助咱，希望咱的台湾社会这段时间看起来，哪亲像大大的 chaos 混乱，总是徛伫石板顶。平安一定会临到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感谢你，互阮对圣经的话语搁一遍来得到提醒。阮若瓦克人，阮就陷落伫混乱的内面，伫 chaos 的内面。阮恳求上帝，你帮助阮，互阮行伫你的平安内面。有上帝的沙龙，伫阮的教会，伫阮逐人的心内，伫阮台湾，阮的国家内面，阮恳求上帝引带阮头前的路站，行往上帝国。阮安尼祈祷恳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咱来用回应诗。圣诗第159首，159首，主在我心内，无惊吓自在，请起立来用全首。
请坐。下面是公道的时间，咱有3项代志要伫遮来祈祷。第一，为着2025年圣经学校春季班的预备甲报名；第二，为着各类感冒疫情的控制甲医疗资源的运用；第三，为着守护台湾民主、自由、人权的价值甲生活。请咱同心出声祈祷。请陈义宣执事祈祷来结束。亲爱的上帝，感谢你保守阮伫即个礼拜日会当聚集伫遮。主啊，伫教会拢有举办真济培训的活动，有2025年的春季班的圣经学院，求你互阮备办心，会当拨时间来参加，培养阮的灵性。主啊，最近有真济流行感冒咧发生，求你嘛，互阮会当加去关心身躯边的人，互阮会当伫家族中去注意是大人因的身体，若需要去看医生，嘛会当适当来使用遮的资源。主啊，求你嘛，互阮有智慧，会当做一个民主社会的公民，互阮会当好好去关心即马四周围咧发生的公民运动，互阮会当停落来去思想、去关心、去宣传遮个理念，做一个好的公民，互台湾成做一个搁较好的民主国家。阮安尼同心来祈祷，拢是奉主你的名来祈求，阿们。阿免。即时，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。即时，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。
请坐。请来看即礼拜周报通知事项。报告第一项，2025年会员好会礼拜四会继续伫遮召开。今仔日议案有3案，第一是接纳2024年决算案，第二接纳2025年预算案，第三是选举2025年检校委员一名。第二，儿童处理学伫2礼拜到3月1号会举办伫教会过年的活动。参与者会当选择是毋是要过年，对象是小学3年到6年为主，报名费是100块。会使王雅玲校长来报名，但是到今仔日为止。第三，今年清明对4礼拜定伫3月30，国外节下晡1点伫大礼拜堂举行，俾对属个人的家庭。无论进前是毋是有参加过，请伫3月23号前往办公室来登记，提供个人相片的电子档加100字以内怀念文。第四，圣经学校2025年春季班开始伫前庭报名，3月2号开始上课，欢迎大家踊跃参加，嘛请为着圣经学校大道奉献。其中有4门课是伫个礼拜后11点上课，2门课是伫个12点半上课，另外有1门课是伫个拜六下晡2点上课，所以请大家注意时间。第五，本会陈会长指明，伫2024年担任北美洲台湾妇女会会长，推动伫2礼拜期间挂台湾2礼拜百合胸章，邀请大家伫2、3月期间来挂。同齐来关心民主自由、人权价值、传播和平、公义、希望甲爱的信息。第六，神学礼拜日主题是旧约圣经历史书，主讲是陈宗信牧师，时间是2月23下晡2点，地点伫个教会大礼拜堂。同一天2月23暗时6点半有人权电影《一个人的倒数的理想生活》。嘛，同款伫个教会大礼拜堂。第八，今年是2礼拜事件的78周年。当日下晡2点28分，教会会敲钟39响，来纪念事件的受害者。39响的钟声代表耶稣基督号顶十字架进前受罗马兵丁逼迫39个，每一届逼迫。是代表上帝为着世间人的痛苦所受的逼迫。39响钟声嘛是提醒社会，2礼拜事件白色恐怖到今仔日，咱犹原爱用信仰的精神，甲受苦的人同受苦。欢迎大家来参加全国甲教会的纪念礼拜甲聚会，会邀请美国人权工作者傅西秋牧师讲道。第九大斋节期是国外节的前40日，今年是对3月5号开始。这段期间会鼓励信徒效法主耶稣的受苦，体验耶稣伫旷野受魔鬼试探40日的精神，帮助信徒伫受难酒来临前，过警醒甲悔改的生活。邀请兄姊伫4月13到19号，耶稣基督受难酒静默灵修。这段期间嘛，避免参加喜庆、甲宴乐、甲旅游，同齐甲普世教会来守节。大斋节期的第一日泰迪祈祷是3月5号的暗时7点半。第十，教会甲台湾基督精兵协会合办2025爱的练习室，婚姻成长团体自5月到10月。每个月聚会1摆，欢迎已经结婚还是婚期定伫2025年的夫妻报名参加。报名到4月7日，也是人也满为止。具体的消息，本会蔡美智姐的母亲蔡和凡，伫2月11号下晡安息释怀，女逝89年，愿主安慰遗嘱。
个别礼拜3月6號早起下11點，伫華愛縣的志美山廳。近期的重要事件、交代消息，大多事項頂周奉獻。本周聚會甲事項安排，請兄姊家己看。即時請黃牧師來介紹新朋友甲親恩。伫遮来介紹咱中間的朋友，首先來介紹的是劉美紅、劉美紅有3位伫咱中間，歡迎。謝謝。過來介紹的是地面志專家，來歡迎。好，伫遮我來宣布，今仔日等下咱要召開會員好會，咱在職會員是413名，不在會員111名，請假72，應該出席的是230名，新會人數是116名。咱今仔日出席的人數到我所收到的為止是162名，所以咱已經過新會的人數，所以咱煞接禮拜後的煞接來召開這個會員好會。請兄弟來踴躍來參加。以上報告，咱也甲咱兄弟彼此請安，願上帝賜阮甲咱每一位生弟弟。做伙來用上引聖詩第392首，第392首，俄羅上帝萬福本源，請起立，因時後請黃牧師來祝禱。愿上帝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，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、恁的念头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极大的疼痛，伊圣神的相通，甲恁正大家三个弟弟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列岛散会。咱休困3分钟了后，咱就要来召开会员好会。咱会当先去洗手，后壁嘛有地饼会，血糖伤低的人先去补一寡物件，嘿。来请东港来将今年的会员好会手册来发予咱的在职会员。咱也固定伫西南教会聚会兄弟，你的会籍无伫遮，也欢迎你留落来，做阵来参与。你会当小可特别讲这个收入甲支出，何止是偌济，安尼，什么人提这个？
就是把这个重点讲一下，练过这样就好，这嘛是，对，安尼就好啊，都是练个重点那个2024年中级改选这个第一案经过选举